上特别的啊，叫做阮台南的黑暗料理，叫啥？鱼肠啊！哎呦，规尾鱼啊哦，无一个所在浪费。为什么伫阮台南会使食鱼肠啊？同款的沙白鱼送来台北，现台，也毋过你无可能食即个鱼肠啊。哦，因为沙白鱼是一尾真特别的鱼啊，伊离水5分钟，缺氧就死亡啊。沙白鱼呢，因为伊食草的，沙白鱼食草的鱼啊，食素的鱼啊哦，所以即尾鱼啊，伊的肠仔内有一寡酵素，酵素一个去分解，咱的鱼啊、鱼肠啊，咱就无青啊。所以来到外围的鱼啊，咱无食即个鱼肠啊。啊，若伫台南的鱼啊，因为咱是半暝来掠鱼，所以即尾鱼啊，伊的鱼肠啊，会保持伫个新鲜吼，上青上赞的。前一工咱就莫甲饲，叫做消毒。腹肚内底的物件，互伊消化完啊。到暗时的时阵，我要掠鱼，下晡时啊，我先来弄鱼啊，弄鱼啊，弄互伊着惊，啊着惊会安怎？啊，串屎，唔拿串屎，爱串青屎啊！拄则我毋是有讲着吗？沙白鱼是食藻类哦，食海草的，所以呢，沙白鱼食起来物件摆出来青色的，所以着惊串青屎，就是讲阮沙白鱼啊。